单贤弟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二哥，是这么回事。二哥，我去把他追回来。罗成表弟看不起我们绿林好汉，还要给官府递条子，我一时没压住火，兄弟们要上，也没拦住。山头对不住了。哎，别这样说。给官府递条子，这话是谁说的？程咬金啊！我怎么听程咬金跟罗少保说，是你单二爷托他带的话？什么？还说等伯母过完大寿之后，要剥了人家的皮呀！哼，这个程咬金啊，原来我们被这个程咬金给耍了，太气人了。事已如此，程咬金一定追不回罗少保。二哥，我这个程大哥平时爱开玩笑，并无恶意。不过现在让他去追罗少保，恐怕再生事端，不如由小弟将他们追回来吧。好，去吧。听好了，你们要严查济南城各个出入口，如发现疑似响马之人，立刻拿下；如有差池，严惩不贷。是。少保，咱们来给秦母祝寿，如果就这么回去，恐怕有些不妥吧？也是。要不，咱们就先去看看舅母。哎呀，老兄弟，哎，快回来吧！啊，给秦母祝完寿，别给那帮响马一般见识啊！兄弟，老兄弟。响马，站住！别动！别动！你就是响马吧？认错人了啊！认错了？你化成灰，老子也认识你，还在那胡说八道！你这就是劫黄冈的程咬金。哎呀，兄弟，你怎么来了？那个他有病，黄冈是我劫的，是他劫的。给我拿下！他劫的，这是他劫的。少保，这个程咬金说话口无遮拦，如果连累咱们北平府，那就麻烦了。咱们还是赶紧回去找秦二哥吧。走，驾！大胆响马，还不快将劫取黄冈之事一五一十的招来！哎呀，杨林老儿啊，嚣张什么呀？等我贾柳楼的40多位兄弟一来，您就得趴下。王爷，你别听他的，他有病。哼，黄口小儿，招的倒是挺快啊！贾柳楼是吧？来，将军，走，你率200士兵守在这儿，其余将士即刻随我前往，包抄贾柳楼。是，别去啊！对，哥哥，我说错了，不是，这不能去啊！来，接着喝啊！哎呀，罗少保回来了，要不要一起吃一点啊？哎呀，回来的正好，方才是为兄鲁莽。来，回来后再说，现在不是喝酒的时候。到哪了？程咬金和尤俊达被靠山王杨离的13太保给捉起来。靠山王，他在吗？方才我听他们说，唤醒靠山王，想必他也在。那来不及了。倘若靠山王杨离也在其中，程咬金现在肯定已经被抓了。以程咬金的脾气，一定会暴露贾柳楼。若我没有猜错的话，杨梅现在已经带着大批人马包抄而来。啊？那怎么办啊？我们冲出去吧。不行，他们已经安排了重兵把守，冲出去等于是自投罗网。那怎么办啊？兄弟们，别着急，
山通，带着兄弟们赶紧离开这里，遵父们走。到我家先去避一下，接下来怎么办？我再想办法。那么害了你了？这话怎么说？兄弟们要不是为了我，怎么会来到此地呢？快，带大伙撤吧，小心！弟兄们，我们走，走，走。徐道士，官兵快来了，走吧。且慢，我和伯当贤弟还是留下来，拖住杨丽。钱二哥，你们先走吧。可是，放心吧，贫道自有对策。两位小心行事。二哥保重，保重。表弟，我们走。盖弥彰，来人，在上去敲门。是。开门！开门！开门！哎呀，真对不住，本店已经关门。你要吃饭，请到别处去吧。大胆刁民！靠山王来了还不行礼？啊！哎呦，小的不知，小的不知。小的不知，小的不知，求王爷恕罪，王爷恕罪啊！站起来说话。谢王爷。掌柜的，我问你，你这店也不小，生意应该不错，为何这么早就关了门？王爷，您有所不知，本店的厨子回老家探亲去了，新的厨子又不合老主顾的口味，故此生意冷清了不少。我便想早点关门也罢。啊，那既然关了门，二楼的灯为何亮着？是伙计们在楼上收拾东西呢。你不是说没有客人吗？收拾什么？确实没有客人，可是前不久来了一莽汉，一顿的胡吃海喝，还说有好多朋友要一起来，可是一晃眼，连银子都没给就走了。王爷，这不算客人，这算瘟神。来人，上去搜。是。您请。掌柜的，掌柜的，你忘了没有吃的了？这么多客官，让我怎么安排呀？没有吃的了，没有。伙计，啊，刚才有人吃饭吗？有啊，这饭馆咋能没人吃饭呢？几个人？3个还是4个？我忘了。到底几个？1个。把人犯带上来对质。
走，走，跪下，跪下。于大哥，你瞪我干什么呀？他们人呢？好啊，你这个骗子，你这个死骗子，你给我来的客人呢？人呢？人在哪儿啊？给我饭钱啊！给我饭钱！你这个无赖，你个臭无赖，你别拦着我！我今天我非打死你不可！你这个臭无赖，臭无赖！你我也在这打死你！放肆！血有点臭啊！王爷，王爷，你千万别怪我！我一看见这厮，我就想起他欠我饭钱不还，还骗我。想起这些，我。你说的那帮兄弟呢？就在你身后啊！瞧把这帮孙子给吓的！休要放肆！等等！父王，你看这个人嘴上没有一句实话，不如先把他关起来，严刑拷问。只有这样，才能问出点真的。把他们押入唐弼的大帅府收监，择日再审。是。传令下去，现在起全城戒严，不得有任何人出入。明天天一亮，就给我挨家挨户去搜，我就不信搜不出这帮响马来。是。跟我来。父王，此处贾柳楼离秦琼家很近，今日又是他母亲大寿，不妨我们去他家拜访一番。那我们就这么两手空空的去？父王，儿臣早就料到父王可能会去，所以早有准备。好，那咱们过去看看。好。钱二哥，我都数过了，除了徐道士和伯当兄，其他人都在。哎，谢贤弟，你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你速到门口去探着，有什么情况，速速来报。报在小弟身上。哎。伯母，娘，舅伯，伯母，我这帮兄弟给您拜寿来了。祝伯母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老身，就失寿了啊！起来吧，起来吧，快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谢谢啊，谢谢。叔，哎，娘，你们急急忙忙的赶回来，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娘，的确是出了点事儿，我带兄弟们到这儿来等一下。不过娘别担心，会没事的。您先回去休息吧。那么，你要好好的招待他们，别怠慢了我的侄儿。哎，去吧，娘。那你们去吧，我先告退了啊。好啊。世信，赶紧送娘回屋。伯母慢走。究竟出了何事？玉儿，是这样的。秦大哥，不好了，靠山王杨林领兵朝这边过来了，还有2个街口就到秦府了。你说什么？那怎么办？那咱们跟他们拼了吧！对，拼了！等等，一共来了多少人马？来了几10号人。依照我父王行事的风格，应该是冲着我们来的。或许是上次我们走得太仓促了，父王想过来问一问。这可怎么办呢？眼下
你先把你这帮兄弟藏好，让他们保持安静。你到门外迎我父亲到来，就脱口说：“娘几日卧病，夜里睡得不踏实，不可以让别人进来。”以我对父王的了解，他应该会止步门外。也罢，兄弟们，大家莫慌，情况已然是这样。此事因我而起，秦某不会让大家受到牵连。现在跑已经来不及了，不如这样，兄弟们，先随我到里屋暂避一下，外面我来应付。单贤弟，你看如何？事已至此，全当一时之计吧。成，兄弟们，随我来。时候不早了，看来他们已经睡下了。咱们还是择日再来吧。哎，父王，来都来了，我去看看吧。13弟，我跟父王来看你来了。13弟，你在不在家？13弟，我和父王看你来了。兄弟们，不要惊慌，我出去应付一下，试试看能不能行。好。13弟，我说他们都睡下了吧？算了，明日再来。叔宝，你在家？啊，不知父王来了，恕罪啊，父王。哎，无需多礼，起来吧。父王，家母卧病在床，哎呀，这夜里睡不着，也睡不踏实，所以恕儿臣不敢大声说话。哦，原来如此。你心里只说有急事，本王就料想，以你的孝心，一定是急着赶回家伺候老夫人。啊，是。那日接到家中来信，说我娘病重，已经是深夜了。我跟玉儿商量了一下，于是看大家都睡了，不忍打搅大家，留下一封信，便连夜赶了回来。还请父王恕罪。我知道了。对了，玉儿呢？他刚服侍我娘睡下。哦。能不说话吗？哎呀，你那不这家伙！什么声音？洋洋，别出声！我出去看看。我去看看。希儿哥，玉妹，父王，玉儿，父王，玉儿。哎呀，我们好久都没相见了。哎，你在这儿过得可还习惯啊？习惯。叔宝、娘对我都很好。刚刚玉儿服侍娘睡下，结果听到二哥敲门，就知道一定是父王来看我了。玉儿还一时心急，把花瓶给打碎了，还好没把娘吵醒。哎呀，看到你们夫妻二人和睦安好，为父我放心了。父王，为何突然半夜来到此地呀？叔宝，我得到消息，说最近有众多的响马就掩藏在你们历城县，所以我来了。
果然啊，刚才我就抓到了一个盗黄冈的响马。你为何如此惊讶呀？父王，叔宝他日思夜想，就想为父王抓到此贼，当然会惊讶了。只不过这个响马的同伙都还没有抓到，他们都藏匿了起来。叔宝啊，你对历城县颇为熟悉，不如随父王回去，一同缉拿响马。这件事情颇为着急，你现在就随我走。至于说家里的事情，就交由玉儿打理。哎，就这么定了。父王，要不容我先回去收拾一下。你要收拾什么？啊？你要是缺什么的话，随时让玉儿送来就行。走吧。13弟，父王说的有道理，你就快随我们回去吧。叔宝他去大帅府了。秦爷没什么事儿吧？我二哥向来机敏，应该不会有什么事。这样也好，秦兄在济南府可以趁机打探消息，咱们这帮兄弟里应外合，行事也更方便些。刚才都怪老七不争气，放了个屁，差点连累大家。行，你闭嘴！你还好意思说？哥哥写信害死我们！你好了，都是兄弟嘛。说的是。莫非他们不信表哥所言，又杀回来？这样，你们在这等着，我去看看。谁啊？王兄弟，徐道士。无量天尊，快请进。哎呀，你们俩终于回来了，怎么样？哎，二位哥哥，杨林老贼没有难为你们哥俩吧？我跟徐道长刚刚演了一出好戏，不过那杨林老贼可是知道咱们绿林兄弟都藏在济南城内了，他下令全城戒严，还命令全城明天大搜捕，搜捕咱们绿林兄弟呢。那怎么办？那我们是插翅也难逃了。看来咱们得尽快离开这里。那你说咱们跟那杨林也没什么血海深仇，他干嘛对咱们赶尽杀绝呢？你说？哼，都是程咬金那张臭嘴，要不是他，我们也不至于暴露。看来现在想要出城几乎是不可能的，只能暂时把宝压在秦琼兄弟身上了。哎呀，都在呢！哎呀，跪下！跪下！哎，放屁！老子上跪天下跪地。我是在家跪父母，跪父母绝不跪你这老儿。哎呦，哥哥啊，是王爷，不是老二。王爷啊，不跪你这王爷。王爷，哎呦，哎呀，哼！唐
堂下响马，你们家住何处？还有多少人？黄冈又藏在何处？快快讲来，免遭皮肉之苦。王爷，这普天下都是我的家呀。天下老百姓都是我的同伙。银子的事儿，不是请王爷猜。就是不告诉你啊。来人，再把这2个该死的响马推出去，各打100大棍，打他个半死！我看他还敢不敢嘴硬。是。还打？还打呀！父王，怎么？你想替响马求情吗？父王，这2个响马要是领受了100杀威大棒，恐怕这性命就没了，也再上不了堂了。父王，他们之所以这么做，就是故意在气您，把您气着了，您把他们杀了，他们就得个痛快。这人死了吧也好，可是证据呢？银子呢？父王，不如先把他们收押起来，加强审问，到时候来个一网打尽，岂不更好？我儿说的也不无道理。大胆响马！王爷好生之德，不忍杀你们2个。啊！银子在哪儿？同伙在哪儿？赶紧招！哎呀，兄弟啊，老二，王爷啊，你早点让那个仗义的兄弟跟我说，我们不就告诉你？出来晚了，出来晚了。有何内情？快快讲来。这俗话说得好啊，没有家贼引不来外鬼啊。是啊，王爷，你看啊，48万两银子，就咱哥俩怎么结呀？谁信呢？啊，没信。堂下响马，只要你们能够说出幕后指使之人，本王一定开脱你们的罪名。一定有注释。不能说，哎呀，不能说，不行，堂弟不能说，不能这济南府大帅哥不能说，不能说。胡说八道！你看咱们说他也不相信。是，哎呦，坏了，哥哥啊！咱跟唐大哥那是结拜的兄弟啊，是啊，这招出去，对不起大哥呀。对呀，这招了以后把大哥抓起来，谁保咱俩呢？是啊。堂下响马，要是诬陷宫廷官员，可是重罪。你们2人可敢当面对质那唐弼啊？不敢。对峙，哥哥啊，对峙就是在王爷这公堂之上聊聊天儿，这是可以的。不过王爷，我唐大哥在吗？在吗？来人，在，速把唐弼叫来，公堂问话。是。唐大哥在，在啊，那好。末将参见王爷千岁。大哥，我是俊达呀，大哥，是我呀，想死我们了，想死了。唐弼，我且问你，6月23，黄冈被劫，本王限期破获，你进行的如何了？启禀王爷，目前还没有任何线索。可是刚才这2个人，他们已经招了，说是你告知他2人黄冈途经之地，然后再让他们劫了银子转手于你，可有此事？王爷，末将与这2位响马素未平生，他们是血口喷人，末将冤枉啊！兄弟，怎么没有关系啊？那个48万两，那个用完长安，是长安那个，然后咱们之前结拜的时候，你还把结黄冈的日子定在6月23，小叶林，这小孤山，长叶林，你忘了大哥，你一言一语的叮嘱我们，对啊，小心呐，要不怎么能记这么清楚？是啊，大哥，你们2个该死的响马，啊，竟敢欺蒙王爷，信口胡言！我唐弼深受皇恩，怎么能与你们2个
响马有什么联系？哎呀，大哥，你就招了吧。是大哥，我跟你说，兄弟俩都招了，2个人死也是死，3个人死也是死，招。你们这2个响马为什么要陷害我？啊，王爷，他们是借刀杀人，请王爷明察呀！父王，这2个响马说的未必是实话。这唐弼大人眼下也没证据证明他自己是清白的，倒不如这样，将其2人收监，等到有了证据，再问、再治、再罚，都由父王您来办。唐弼，在，你预期不能将罪犯缉拿归案，致使罪犯逍遥法外，才有今日。末将知罪。本王现判你革职留用，戴罪立功，将尤俊达、程咬金暂且监禁起来，待本王缉拿到其他响马，查清事实，再做定夺。谢王爷。是啊，王爷千岁。嫂嫂，放心吧，表哥他一定可以应对此事。这么晚了还没睡啊？其实有一件事情我想问你，这屋子里大多都是响马，你这么帮他们，不是和你父王作对吗？虽然我父王对朝廷忠心不二，可朝廷未必都是好人。朝廷让我父王做的事情，未必都是对的。虽然这屋子里的兄弟，我跟他们相处不过1天，可我能看得出来，他们不是坏人。更何况，他们还是叔宝的好兄弟。我要不惜一切代价保护他这帮兄弟。别烫着啊，要快放。我去看看。有人敲门，我去看看。好。回来了。我在外面把风。
看到秦大哥就先带进来了。你们先商议，我再去打探。好，好。秦大哥，回来就好，兄弟们都想你了。我们屋里走。这程咬金、尤俊达二人被羁押在大帅府，暂时没有生命危险。不过这杨林已经下了令，派人全城挨家挨户搜查响马，相信不久便会查到此地。那怎么办？哼，大不了咱们打出去，杀出一条血路。我看大家莫不如揭竿而起，反了朝廷。反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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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朝廷欺人太甚，我们不得不反。天理循环，告君王朝，我们也是替天行道。待我们救出程咬金、尤俊达，就撤出济南府，择山林而居，屯草计量，招兵买马，大干一场。对，秦二哥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秦二哥，杨广自继位以来，横征暴敛，诛杀功臣，强抢民女，这些都是你我亲眼所见吧？晃动朝廷，满朝文武，上至当朝丞相，下至州府官吏，一个个上行下效，相互勾结，生灵涂炭，民不聊生啊！推翻这样的朝廷，可是替天行道啊！众兄弟，这侍卫之臣不限于内，忠君报国是我秦琼毕生的志愿。可如今就这么反了，岂不是让众兄弟跟我一块儿背上不仁不义、不忠不孝的骂名吗？更何况，二哥，难道你还对这腐朽之治的朝廷抱有幻想吗？忠孝王武奸诈，在众目睽睽之下惨死于朝廷之上，一家世代忠良都被朝廷满门抄斩，逼得南阳侯武云昭不得不反。朝廷忠臣都尚不能自保，朝廷还会放过我们吗？可是贤弟，答应吧。杨广并非名正言顺的皇上，他的皇位是弑父杀兄抢来的。你说是真的？怎么会有这种事儿啊？有件事我一直瞒着你，没有跟你讲。我亲眼所见，杨广在先皇的碗里下的是我高举里边的两个大人，将先皇立杨勇为太子的密诏带去进宫。可杨广逼宫，他害死了先皇。害死了太子。就连高举死人的二位大人也死于非命。若不是我及时隐姓埋名潜逃，故意放出自己的死讯，我也一定会被杀害。此话当真？当真。呀，秦大哥，你怎么会知道的如此清楚？莫非你是皇族中人？没错，我正是考山王杨林的女儿。玉儿姑娘，为了保全大家，不惜欺瞒了他的父王。各位虽是绿林中人，但慷慨仗义，劫富济贫，玉儿深感佩服。杨广弑父杀兄，欺娘戏妹，强抢民女，荒淫无度，朝中更有一帮奸臣当道，
忠义，枉费我父王殚精竭虑，为大隋支撑着半壁江山。我有机会，我定会向父王言明一切，劝他不再保这帮奸臣，及早除掉宇文化及等奸贼。这样的朝廷，还有什么忠义可言？诸位哥哥，我看咱也别劝秦二哥了。秦二哥现在正在杨林的手下得意之时，前途无量呢。你说咱们这些绿林草莽，自然攀不上哥哥。秦二哥，兄弟，我为你出一个主意。你看这些兄弟都是绿林出身，要不你现在把我们绑了去见杨林，到时候哥哥你可以升官发财，骏马得骑，可以光宗耀祖，大富大贵了。秦二哥，兄弟，我为你出一个主意。你看这些兄弟都是绿林出身，要不你现在把我们绑了去见杨林，到时候哥哥你可以升官发财，骏马得骑，可以光宗耀祖，大富大贵了。二哥，谦儿哥，我们人都在这儿，你就看着办吧。你们都错怪叔宝了，他是担心我会和父王分裂，才会犹豫不决。实不相瞒，叔宝与我父王曾有血海深仇。说的是实话。玉儿说的没错，当年正是靠山王杨林在马明关杀死我父亲秦仪。当我得知此事时，妍妍和玉儿离开了等州，回到此地。要不是程咬金、尤俊达二位贤弟有难，我秦琼断不会和这杨林再有任何瓜葛。现在不反，等待何时呀？我们反了！反了！朱建成，杀昏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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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朱建成，朱建成。不过有一事先要言明：杨广弑父篡位一事，不可再向外透露半个字，否则杨广会趁我们羽翼未丰之时，集中兵力绞杀。反隋大计，务必要从长计议。既然如此，不如我们今天就歃血为盟，结拜金兰之豪。不知众位意下如何呀？好。各位，那咱们还得公推一位兄弟做首领，好分兵派将。正所谓，人无头不走，鸟无头不飞。大家看看，谁能担此重任呢？尚二哥身为绿林总瓢把，素有声望，我看由尚二哥来担当我们的首领，最合适不过了。有道理，有道理，有道理。好。哎，不行，论贤德，秦二哥胸怀大志，由于宠为我决战千里之外，战后更是自叹不如。我愿恭请秦二哥为我们的首领，大家意见如何？好，听秦二哥的，听秦二哥的。众兄弟，我秦琼和大家在一块儿，我听兄弟们的。好，摆香案。皇天厚土，
侯志同道合，愿效仿桃园之盟，永结金兰之好。上辅明主，以保社稷；下安万民，以固疆土。情愿同甘共苦，祸福相依。虽非同生，但求同死。口不应心，人神共戮。大业3年秋，干！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，不如当我们兄弟的军师如何？好啊！最后，罗成老弟年纪最小，委屈你了，是我们的46弟。弟弟，以后就要仰仗诸位哥哥，多多照顾。弟弟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，就不会再打架了。不打架了，不打架了。诸位兄弟们，今日我等已经结盟，就要风雨同舟，同舟共济。对于解救程游2位兄弟，三弟有何高见？如何救程游2人，我已想好计策，不过要到晚上方可行动。就以三弟之计。眼下最重要的就是躲开官兵的追杀。诸位兄弟们，为免靠山王怀疑，我即刻回到大帅府听候调遣。兄弟们，告辞。保重，保重。叔宝，一切小心。放心。娘，娘，快让我来吧，您赶紧回屋休息。来，快回屋吧。玉。驾。13弟，二哥，二哥，刚才我去我母亲家探望娘亲，看她的病已好，所以我想赶紧回大帅府，听候父王的调令。没想到路上遇到二哥了。你来的正好啊！父王将你家这一带交由我搜，还让我搜完去你家里探望。这一带你肯定比我熟悉，就随我一道搜吧。这样吧，二哥，我替你引路。好，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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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您把这户包围起来，等我查完再去下一家。是。老头子，官爷来了。哎呦，官爷，你们这是做什么呀？高山王有令，近日有响马藏在济南城内，每家每户都要搜查。老爷子，例行公事，对不住了。您把这一户查清楚了，看看有无可疑之人。别呀！你这，你们一家就这4口？正是，这是内人，这是儿子跟儿媳。你儿子是做什么的？小儿原是教书先生，前日雨天走路把腿摔伤了，今日留在家里调养身子。原告上报，全查遍了，没有发现可疑之人。你看，我说没有吧？没有。好，慢慢走啊。有情况。包围起来，搜！几位哥哥，我们这秦二哥带着官兵来拿咱们来了，咱们跑吧！休得胡说！你傻呀你！混账！13弟家怎么能有响马呢？不用查了。虽然咱们是兄弟，但是为了比钱，还是查一下吧。哎，13弟家怎么有响马呢？不用查了。查是不查，不过伯母大人还是要拜见一下。昨晚来去匆忙，还没机会见过他。玉妹，秦二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是啊，昨天来的匆忙，也没拜见伯母。今天啊，一定得补上。娘的身体啊，刚刚恢复的差不多了，现在正在厨房做早饭呢。我带你去见见他老人家。好。请。娘，娘。伯母身体还没好，怎么就下地干活了？这位是娘，他就是靠山王府的2太保，我的义兄薛亮。老身不知道太保驾临，有失远迎。二哥，还没吃早饭吧？尝尝我娘熬的粥吧，可好喝了。我来娘。不当前力，提高警惕，以防万一。吓你一跳吧？闭嘴！你这个傻子！你说谁傻呢？你说谁傻呢？你说谁傻呢？嘘，我傻，我傻，就你傻，你傻。大家注意好，官兵进来搜的话，就冲出去，拼个鱼死网破。事到如今，只能做此打算。届时，大家一切小心。所幸一路杀出城，城外黑山后聚守。为什么要杀出去啊？你就不能不说话？嘘，别出声。不信我不干。傻子！哎呦，哭的。前面2太保，北边有动静。二哥，只是那
叔宝的傻弟弟呀，一个人在屋里面闹起来了。我进去看看，把他给带出来。好。世新，你随我来，记住，别乱说话。来，二哥，这就是叔宝的弟弟世信，叫薛二哥。二哥好。哎，二哥，叔宝这傻弟弟啊，习惯一个人在屋里面自言自语。爷爷，我不傻。好个傻大个儿！哎，你说傻，把你脑袋扭下来了！哎，世信，休得无礼，啊！行，我还有公务在身，伯母也见了，就不打扰了，告辞。哥哥，坐好，告辞。哥哥保重。保重。我们走，走。我傻，你才傻。放心吧，官兵已经走了。哎呦，姑奶奶呀，吓死老七了！我还以为秦二哥带着人来拿咱们了呢。你再敢说我哥，我把你脑袋拧下来！不是傻子，我傻子，傻子，我没吃药。启禀父王，济南城各处已排查完毕，并没有发现疑似降马之人。没有道理啊！这全城都已经戒严了，这降马他应该没有机会逃出去。是不是你们搜的不够仔细呀？继续搜查，另外集中兵力加强城门守卫，我就不信抓不到他们。是。诸位兄弟，此事就依三弟之计，咱们去劫了狱，救出程咬金和尤俊达二人。此事事关重大，性命攸关，必须谨慎行事。三弟，说说计划吧。我当先令，你今晚假扮成官差，在3更之前带人潜入大帅府，救程咬金和尤俊达2位贤弟，里应外合，逃出大牢。军师放心，我党必定不辱使命。齐国远、李如辉，你2人在大帅府私房外乔装成乞丐，待到3更之时放出信炮，其他的兄弟一切行动以信炮为准，不得有误。交给我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单员外，三哥，你扮成商人，停靠在城门的附近，备好兵器。只要看到信炮，就和罗世信一起带领其他兄弟攻克防守城门的唐壁和来虎儿。好，放心。谢应登，谢贤弟，在。你速速潜入城楼，查看阀门机关所在之处，打开城门，确保所有兄弟顺利出城。是。至于秦二哥，你和靠山王的关系甚为亲密，你就跟在他的身边，了解他的下一步行动，伺机接应各路兄弟们。明白。今晚成败在此一举，各路人马完成任务之后，速到城外黑山口据守。倘若万一有人因故掉了队伍，就直接赶到小孤山长叶林相见。是。诸位兄弟，一路小心行事。保重。二哥，你自己也保重，看好营营。放心吧。好，走吧。准备一下，走，准备一下。表哥，那我们呢？是啊，秦二哥，我们呢？罗成、柴少，你等2人
整顿好你们带来的人马，带上文书，赶紧回去，不得有误。不是要搭救程游二位大哥吗？你怎么赶我们走？是因为我们都是官家背景，你才不让我们参与。如果这么想你就错了。我罗成还不懂什么是义气吗？既然大家拜了兄弟，我罗成愿为兄弟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。夏二哥，我虽然是太原府的郡马，但是我岳父李渊早就对朝廷心灰意冷。我这次留下，我想岳父一定会答应。想当初我们这帮兄弟在长安城出生入死，所以这次我不能走。好贤弟，好兄弟，哥哥别无他意，只是我们今日对付的是这小小的济南府，用不着两位表露了身份，白白连累家人。你们俩好好保存实力，啊，不要参与此事。等过了这阵子，咱们打开局面了，哥哥一定会派人去请你们两位的。表哥，罗成，我只有你这么一个表弟，听哥哥的话。表哥，保重，保重。谢二哥，保重，保重。你们赶紧回去收拾细软，等到天黑之后，带着娘出城去。我等办完事之后，就会出城去找你们两个。好。那我呢？世信，你随行，保护伯母、嫂嫂，还有莹莹。也好，也好。不行，眼下正是用人之际，世信力大无穷，正好可以帮上忙。再说，娘、莹莹还有我，不会成为他们追捕的目标，你们无需担心。对，还是让世信留下来吧。也对，我就听我姑奶奶的。你们来要小心。我渴了，先进去喝杯茶，休息一下吧。少保，还是听秦大哥的吩咐，快快出城吧。这天色尚早，还是喝杯茶再说吧。少保，客官请喝茶。杜大哥、张大哥，你们真的放心表哥就这样去救程游二人？可是王爷交代，现在考虑不了那么多。表哥怕我们暴露身份，但是我们可以掩面行事。如果我们这么走了，万一他们出了什么事情……哎，少保不用说了，我听你的，我留。我们也留。来，喝杯茶，聊点。事已至此，我等不得不做，只是连累了伯母，心中有愧，故前来请罪。哎呀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娘知道你们要做什么，阿丑一家与我们有恩，你们一定要想办法把他救出来。还有一事，我那傻儿子罗世信力大无比，可是心眼不够，你们也要把他照顾好。我们放心，我们众兄弟一定会尽力保护他的。
娘，包袱都收拾好了，咱们走吧。咱们走吧，伯母。玉英，路上可千万不能任性，保护好伯母和嫂子。放心吧，哥。玉儿，好好照顾娘。娘，我很快就会来找你的。啊，你也要保重。快走吧。啊，走啦。可怜可怜吧，我的儿子病得不轻。抢什么抢？兄弟，这活不赖呀，不用干什么活就能来钱，就是少点儿。我替你先收着啊。那也比街道来得快呀。哼，你说这天儿什么时候到3更天啊？老这么待着不动，非得憋屈死我。可怜可怜吧，我儿子快死了。哎呀，那也总得等天黑呀。哎，这样也好让他们转移嘛。我们还是好生候着吧。哎，你说这牛鼻子老道也挺有意思的啊，不就是放个信炮吗？哼，还让咱哥俩扮成叫花子。哼，哎，不过啊，这活也挺有意思的，还能弄俩钱来花花。对呀，哎也是啊，你看这人整天神神叨叨的。行了，哎呀，小孩没养可怜呐，给俩钱看病吧。你给我2个，家娶媳妇儿啊，你还给我攒着。哎呀，他快死了！小的恭迎王班主。我奉靠山王之命前来查狱，前面带路吧。好，请。所有犯人都在这儿了，在，全在这儿。先点重要的。好，来人啊，在，把1号犯人程咬金、刘俊达押过来。是。起来，快点起来，走，快点。程咬金。刘俊达，正是老子，你想怎样？少废话，都给我听好了。今夜3更，你们要是再敢闹，老子扒了你们的皮！小的不敢，小的押回去。是，押回去，快！走。我等的意思就是3更之时，那是初午之时吧？哥哥我听懂吗？哥哥还是这么聪明。嘿嘿嘿，那不是这小胖子吗？看上去没什么事儿，没打够呢。嘿嘿嘿。哎，石信，干什么？是那小胖，我过去打他一顿就回来了。哎，这个打不了。怎么打不得？我上次已经揍过他一顿了，没揍过瘾。晚上见了信炮以后，你才可以放心大胆的打。啊，小小，歇着。
也行，也行。你们在这看守牢房，才是真的辛苦啊！哎，陪兄弟我喝2杯，解解乏。这恐怕不妥吧？这上头要是怪罪下来，哎呀，规矩都是人定的，没事没事，放心，出了任何事我顶着。不行不行，我这也没有酒啊！就知道你没酒，我给你准备好了。来，孩子们，这是多年的私藏呢。来，喝一杯，解解乏。没关系，放心，出了事我顶着。喝一杯嘛，来，干！干！站住！干什么去啊？这位官爷，这是我娘还有我妹妹，我们回登州去探亲。探亲？走吧。哎，好，走吧。下一个。已经是3更天了，是该动手的时候了。天干物燥，谁？想干嘛？火烛。天干物燥。老齐，老齐，不好了，老齐！怎么了？3更天了啊！你看看，是什么？快点信炮！啊，对。怎么样？快点啊！兄弟们，是时候了，抄家伙！快走！全都给我听好了！我们是反隋的义军，前来砸牢劫狱的。离开，有家的回家，没家的跟我们反了！反了！烧的真他娘的旺！真他娘的旺呀！没放过这么大的。见老凤祥无端生起大火，他是有大胆响马前来劫狱，你们都随我前去，抓到响马或逃犯，格杀勿论。是。烧了吧！烧！住手！哼！大胆响马，给我拿下！是。车底，兄弟们，车底！想逃？13太保，13弟。追！
不要再打了，走。哦。上面有一个机关，是控制城门的。给我上，把闸门拉开。娘，快点！来，这边。快跟上！伯母，小心点啊！小心。不行不行，娘，我走不动了。怎么了，娘？我腿疼，我给你揉揉，伯母。莹莹，来不及了，快拿着，我背着娘。好，来，那怎么行啊？娘，来，小心点啊，嫂嫂。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！我没事。伯母，娘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咱们先歇会儿吧。大家也都累了，我这腿呀，也是，这时半会儿也走不到黑山山后，不如在这歇会儿吧。好，咱们歇会儿吧，嫂嫂。兄弟们都到齐了，没人落下吧？没人落下。好。等一下，世信呢？出城的时候还在啊，现在。行，你们赶紧走，我去拦着他们。不行，金大哥是好兄弟，我们就要一起去。我们怎么能够扔下你不管，自己逃命呢？对呀，二哥，我们一块儿去。对，要行了，一起死。人命关天，大局为重，我自有办法。二哥既然这么说，肯定有他的道理。咱们走，二哥，保重啊！保重，兄弟们，我们后山等他。身世清白，为父相信你是一时糊涂，才与那匪类来往。不要再执迷不悟，赶快回头才是啊！王爷不必再劝了，我早就和那些响马有过来往。我和那劫黄冈的程咬金、尤俊达，还结拜了兄弟。王爷，有件事情我要劝劝你。劫黄冈一案与唐弼大人无关，请不要错怪他。你说的可是实话？句句实言。好，秦琼，我且问你，你身在官府，为何和那匪类往来？难道你就不怕王法吗？我相信王爷不会不知道。自从这杨广登基以来，
大兴徭役，荒淫无耻，残害忠良。奸臣宇文化及，结党营私，抢男霸女，无恶不作。各地官吏毒如蛇蝎，苛捐杂税，横征暴敛，使得老百姓苦不堪言。这正所谓官逼民反，民不得不反。如今有一群义士高举义旗，揭竿而起。他们虽在王爷眼中是响马，可在我眼中，这群响马比那些贪官污吏强上1000倍、10000倍。